台南佐镇第一公墓边仔昨昏要暗下发生轿车，那亲像是家己去弄到路边的标识，结果全兵车出车祸，消防人员赶紧去救，车顶一个查甫，一个查某，两个人送上病院急救，即嘛是一个死亡，一个重伤，重伤的也佫有性命危险。 这台黑色的轿车直接撞到路边的告示牌下，规台兵车，车内物件压到规涂骹，连东方玻璃也由于弄甲正到来规个落来。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，看到车内还有两个人，赶紧想办法将掉伫咧车内人救出来。是恁囝的哦？对啊。啊，伊是要去过啊？可能出去佚佗吧。去佚佗。哦，啊嘛唔知讲哪会飞啊，弄安尼嘛唔知。唔知啊，系啊。 这件严重的车祸是发生伫咧周五尾暗5点外，黑色的轿车伫第20线由新化往玉井方向驶，伫佐镇公路里头前，有一个正西弧形弯道，敢若是驶伤紧，车失去控制并且过去弄到路边一个标示贴画，失踪的驾驶加姓林的女性乘客掉伫咧车内，经小型破坏工具10几分钟才把人救出来。困难点是因为现场是翻车，比较我们人员没有一些 抢救的作业空间，所以有利用一些电动油压破坏钳，将人员先将驾驶座的门把它敲开、拉开，然后就把人员把它拖出。不过因为弄甲真吃力，两个人伤势拢真严重，当场无喘气心跳。姓林的女乘客抢救了恢复心跳，救护人员赶紧将两个人拢送病院。疑因肇事车辆车速过快致撞标志杆，车上驾驶庄男送安南医院急救，乘客女性身份待查。 已送新化分院转成大医院急救。不过，这车顶的一男一女，为什么伫咧公墓附近这个弯道车失去控制并且发生这么严重的车祸？怎么警方伫咧调附近的监视器，一个查看车内行车记录器，调查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